的是过去事。新时代健康营养，大家有研究。你若想袂长寿，毋通食禽兽。无烦无劳无怨愁，自然就快乐悠悠。咱拢是兄弟姊妹，虽然形似两不输，赶紧多亲这朋友，肚皮心心收。一个培养修主，个个守本分。人地讲知种上路，好比甲人情。虽然是土塔担饭，犹原甜蜜蜜。公平，每日着好欢喜，多人行善见光明。这才是真真正正受到人的心。